首先，著名的青春表演艺术家李霞华先生。 蒋先生的弟子王百英，还有高水蒋先生的弟子潘文英老师，蒋一谦老师的弟子苏月英老师，沈志华老师，还有这方面。 上海也是这个蒋先生的弟子，上海评弹团团长秦建英先生。庄凤珠老师，欢迎，还有彭本乐老师。这些出名的蒋先生弟子今天都来了现场，我们就一一介绍。然后我们还要特别向大家介绍。 蒋一轩老师的女儿蒋梅林主任。还要给你介绍的是上海图书馆的馆长、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吴建中博士。上海市文化集团演艺中心艺术指导邱吉宇老师。谢谢欢迎。接下来。 我们请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馆长助理、著名的评弹演员袁小良先生发言。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哈。那么今朝是冬至呀。 再过2年圣诞节，再过几天就是新年到来。那么啦，新年来临之际，首先恭祝各位来宾新年快乐！参加这个活动非常荣幸，非常的激动。那么肯定大家觉得奇怪，我有几种身份，一种呢是我现在啦中国首水平台博物馆担任行政工作，所以作为主办方主任来参加，并都来参加这个活动。 第二个身份作为一个普通的演员，因为这样一个是我从小就在崇拜的平台大师、平台艺术家。我第一句我的平台就是“风接浪客”一个海大音，那个是我风格结束之后在30年做的唱片上听得来的。所以这样的实际上博大精深，也是我在崇拜的对象。因为现在讲一个演员，我不每年要评个登记上线。 就是讲非得要艺术家，那么就呢，因为我觉得台湾有一部为新为但是我觉得这样来是为讲一样外形好，那你非得艺术家一个外形好，不礼貌吧？所以讲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艺术大师。我作为艺人非常的崇拜。另外一个作为一个商人，刚刚你是你办的，才是你这样来是个弟子。那么我呢，这样来是得不上改变，因为我与3个先生之一，吴伟春先生呢，是今年这样来是啊合配，所以我是也可以讲是3代个弟，所以这样就是刘长本来还有两兄弟，今朝还得杨叔的，没问题的。所以我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那么其实作为一个演员，还有一个梦想，在若干年之后，50年、60年之后，还能回到上海读书。我有3辆海北3个女的收来，好，那么我来接着讲我。 说各位，因为听平台是非常开心的，明年是过年，那么过年是非常好的过3个年啊。你听平台哪怕是开心，听平台人才上头的，所以呢，你讲到一句闲话，讲这个人的年龄活了更深了，说明这个人年轻看轻。所以说，让过年当中，各位来宾、各位听众朋友，都听平台，3开上开，身体健康，寿比南山。谢谢袁小良先生。袁小良先生的发言既是发言又是演说。接下来我们有请上海评弹团团长秦建英先生发言。欢迎。各位大家好，首先呢，我要恭喜上海图书馆为我们的历史活动
大力的支持，但是不是的帮助。同时呢，要鼓励有的儿来进入2023年一个平台播报，为这一次整个2023的平台你的最火出的心血，等大家上去可以看一看，我认识走来过，是非常出色。所以我要鼓励给到大力的支持。今朝话要鼓励我们文方面的能够让帮忙出生地方来参加大力的支持。同时呢，我要鼓励今朝到来各位嘉宾，为我们这场活动呢增添了光彩，增添了色彩。所以总的是相当大的。那么平台呢，的确是一个喜闻乐见，大家非常欢迎的民族文化。特别我们来到上海，拥有广大听众，这样他你的这样的呢，也是深受广大平台听众的爱戴。所以我想，今朝来此地举办我们欣赏蒋明老师的平台艺术展呢，我相信必定能够取得有效的成功。也希望在这个一圈的活动当中，得到各位的方方面面支持。也请大家有空经常来看看，看一次，看两次，看三次，侪无所谓，都看一次，开心一次。好了，再一次预祝大家工作人员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先生。接下来有请上海图书馆馆长卢建中博士发言，欢迎。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我现在就像站在一个评弹的舞台上，真的不敢说话了。首先，我代表上海图书馆热烈祝贺蒋玉泉评弹艺术展顺利开幕。在此十分感谢作为艺术家今天能亲临开幕式的现场，并对各位领导来宾的光临表示一个感谢。评弹太古的蒋玉泉先生是书坛上流传最广、最受听众喜爱的流派唱腔讲调的创始人。在他逝世后，他的亲属将其生前的部分珍贵资料捐献给上海图书馆。为了纪念蒋玉泉先生在新书目创作、传统书目整体继承、表演艺术革新发展等方面做出的贡献，上海图书馆联合上海评弹团、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共同举办了此次蒋玉泉评弹艺术展。我想，作为一个宣传窗口，上海图书馆不仅要成为传授知识和培训技能的场所，更要成为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充分发挥、利用好自身的优势，深入进行优秀文化的发掘、收集和整理工作，并注意从中发现题材，汲取营养，使之成为当代文艺创作的源泉和基础。同时，我们还将广泛开展多层次、多样式的民族性民族文化宣传活动，使优秀的民族文化得以代代传承。最后，我预祝这一次展示活动获得圆满成功。谢谢各位。谢谢吴馆长。接下来我们请吴馆长向捐赠者代表干话证书。由于捐赠者年龄和健康有异，故此捐赠证书由蒋玉泉先生弟子上海评弹厂秦先一代理接收。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开幕仪式就到此。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参观和由秦建国先生进行的讲调欣赏专题讲座。为什么哈是？搿两年来忙做啊？我为啥？经常来带心。我哟，阿拉爷都快吃得了像啥物事？我这一看一吓得来，哪就来了。银行为啥跌多少？有吃的呀？银行不是？对呀。阿姨，好，哎呦，认得个，这边一块也是香的。名字也是香，这叫什么？我名字叫不可以啦。
在这个东西没办法一下赶过来。要不这么，要不这么的，我把这个常委叫。那么人家师母，我今年拿下这个师母追了，追太出去，知道吧？追出去，我说把了干脆这场比赛能不能我被追了高个比赛。这样一个人20岁啊，一到这到啊，现在已经最后一天了。通过今日天对生意的美化、总结和回顾，使我们现在的人啊，更加敬仰各位艺术大师这样一个人。但是敬仰归敬仰，崇拜归崇拜，此人已去，相依不足。问题是你到后人，我这样把艺术继承在哪发扬的时候呢？那今朝你做这个台演出，就是作为一种答案来回答大家。这种答案是一种实在的答案，是一种眼见为实的答案。先请听第一则节目，男女生单唱。今天开票，白牛丫头演唱者圣人我丁家伟。龙渡
蛇棍。哦咚咚的大鼓，有里人情情。家把路，玉楼花几步，朱头青呀衣，烟。他是一盏灯，一个神。黑影匆匆跟随门。孤单单，都是往西相顾，去看那林漫漫的冰溪口溪。趁轻巧动怀叮当响，你那自觉下的马开门。是海呀，你生下黑人你大心。姐姐呀，我是放心，不下你林姑娘，手里的地谁来分人？他们迎恩来，一大只兵马语，自己他气息不足身。一个儿家林妹妹，一个儿马变胸针，他是因一飞配双轮里。是大狗郎，孩
国民神。妹妹呀，想你一生岁日都烦恼，你何必呀自己看看清？想你有什么心事尽不是？我与你两人可以心，我劝你们13才都应神。我劝你们13一天要虑神，我劝你养生养心，你何口自己把烦恼领？我劝你姊妹的语言不能听，因为他们思想与自身。我劝你们傻傻寂寞一生，口下的你病终身，再不你谋婚。我劝你把一切心事都对错，跟我要想起两句这句讲门。是
子里头半月要投传统题材开辟。蒋介石先生为结结棍棍现代题材的开辟和选曲，也侪是经典之作。那么今朝你安排搿台节目的演出啊，基本上是按照你各个时期的电影做来安排。所以呢，美台与中片与长片线段为开辟短片与慢讲的与夸奖的，搿个人都也认得讲。你在哪里搞？吹海党在吹海党的，对吧？那么城市独行才是其中一段。城市独行，但是你都仔细看，实际上你个窗子啊并不美，大家还是品貌眼力。经过蒋介石先生的上海或者中都重在是原因。那么今朝几位新来就拿搿段唱片唱给大家听，大家再来重温一下。那么几位先啊，侬晓得搿段唱是李鸿登下三兵改成功的一段中片，在南京路上一段晨曦的唱。晨曦是啥人家？晨曦解放军。解放军是吧？我才不属于身份的。啊，搿么，今朝唱解放军了，搿么侬谁像解放军了？我不行，我更难些。侬像啥家的嘛？崔海棠。我们请听崔海棠演唱解放军。谢谢大家的掌声。我晓得有许多的听众啊，特别会从苏州赶得来。实际呢，主要是仰慕蒋介石先生。搿位先生让时代浪向留下来的，真是为了丰功伟绩。那么作为一个学生子呢，今朝有机会献唱这样一段，主要是合唱。50年的这个年代初头的上海啊，搿是我会分洋的。据说搿个辰光上海东南亚水缺一支，有名气，十分繁华。随然搿个打仗打得这样一年，上海依然是上海。但是搿个解放军进驻上海啊，搿个南京路浪向呢不合理。因为解放军排长姓尔东升，对面的姓陈曦，战场浪向是身经百战，骁勇异常。但是辣搿个南京路浪向一立，没几户日家，有点断从家亲。连个江山叫春义，也得微微从山东赶到上海，来忙自家的家之功。不晓得搿个陈曦就过上过去非常欢喜的妻子，不知哪一种感觉，啥呢？叫打不出。哎呀，搿种感觉哪说呢？但是一个女性非常细腻，你已经觉着调转身来回转山东。临走的辰光，就留一封信拨了李指导员。这个指导员看完之后，拿陈曦喊得来。这封信忙里门地，啪一挥，这个一挥之间啊，所有闲话侪浪里向。陈曦湿湿的手拿这封信拿起来，一看，家山不必走。上来3个字：指导员。想不知道。我是来意匆忙，去意太匆忙，匆匆也是百姓伤。我伤心是为了陈曦，非为我。我竟把伤心的时儿手都下。他本是
想好，工作家在土改中对真地知人间讲，我与他从小相亲近，工作我帮忙，申请江山日，送他上走上，但愿好男儿杀尽江飞帮。后来是细胞离经，立功受表扬光荣，参加了共产党，我喜满心头。李正光心匆匆，挑起了箩筐送军粮，只有亲人伤心房。哪知他喝了黄土水，竟然被了羊，把几口破手也一放。他得了真细胞，把手家宝抛在那里放。他一心爱虚荣，特下决意为心装。他目光时时心倒追，是人我南京路上的风衣香，直到有我为他心中难受真子，他不该辜负了毛主席，辜负了共产党，辜负了老区人民一片热心伤。直到有他在敌人的枪炮之下飞的倒，却要倒在那花花落落、肮肮脏脏的南京路上，教书后不心伤。知道有你总要伸手将他来拉一把，你总不能开他一日去你看。我今为着家乡去，为要几条军粮送西方，这只是工作绝不放。那神昔日开把书信，心人激动，满面虽然他泪盈眶。我今日真的很难搞，你不大概去努力，南部比位置空还可以不怕河水家。不晓得这个是一个特色，你给为啥个安排的？因为江西呢是原来是到智慧镇呢是平房之地标，但是里面非常非常多的节目是一高头单贴椅子还是里的一个特色。于交关还是唱得登峰造极的，所以我们是台湾人啊，不怕河水不理解，让你来学习啊。那么江西呢是里生十多交关中篇、交关长篇，长篇说得非常多，但是里花心血顶多的是2部，一部是《玉心亭》，还有一部是《大茶》。那么接下来，你请
奖以及来社会新闻学生自信举国大力爱人奖文来为大家适当一段白如和白。为这一次感谢这样热情的听众朋友，这样许多的奖励。就明天的活动呢，今朝是最后一天，也是用演出的形式，用相拍艺术的舞台上向的节目来做一个选节，来挖有趣啊。我相信在那个5天当中，相处得非常愉快。所以在那此地呢，我还是要再一次感谢上海图书馆，真的没这样一个提供这样一个场所，这样一个各方面的设施。我想这次活动是很难举行，所以呢，要谢谢上海图书馆，谢谢我们听了。我相信这个出国的代课的讲义呢是个一生的艺术专栏，大家是一定有很多的感触。上网的同志呢，肯定已经事先得到这样一种信息。搿只专栏是非常高雅，非常有水平。那么是上海图书馆当我们中国书传平台博物馆联合一大布置，所以呢，我辣辣此地呢，为要谢谢中国书传平台博物馆。接下来说一段李先生的代表作《上篇白蛇传》当中一出河北。许仙把白娘娘头脚相会之后啊，搿是感情牢固得不得了。为到许仙阿家屋里向留下来开州年来，白娘娘临盆采气，一个大伯伯，地名就叫孟郊。等到明日之夕，满额当口，还有许士们中喜气洋洋，挂灯结彩，热闹非凡，杀鸡被蜜月醉。清明落酒成就大人，通通在来吃。没有陪我一岁，开心得不得了的当口，那么呢，60生日杯，不灵的事体来。杀鸡被一个人也够的，啥人？发海来了，发海来啥事体？这个朋友吃上没好事体。几次三番要我把娘娘许仙插塞一整份成功呢，真这个机会里干啥子？那些人都养我，那些人都迷我之计呀！不客气，我要水吞了。那喊水法。西天如来门里最后一扎金本，要我把娘娘叫38钟，不得了。当时该到日期出卡了，规则许仙来，来拿扎金本拿上去，来带我去做。这许仙难听，许仙做你的按我自家亲手去做高兴啊！谁都高兴得劲的喊，你认为这个话我还吃不上，但是有一点里确实，高兴对我好，不会害我。现在许仙搿点清爽，哪肯去做？哪肯去做？我今不去。来为了上夫妻发海叫上面孔烫一杯，哈问你不让路，我亲自让路，我自家去了，你看着哈，许仙一天没有洗块石头，你自家去啊，你上去高兴。一点点生了往不，呜呜大吉。
有的来去还是我去，我上去作兴高些回来不生了，没办法，别了个子硬硬对比，只好我咋真不记得水的，为是我去，为是我去。老子咋今不忙着流浪下去嘛？这个心情，还是真的去做。我告诉你，我差点去弄啥？哈啦，徐先生的哈啦，我再我为了对一对，我都有这个不拉高兴。这夫妻俩想一路让上来个当口了，傻傻的往孩子一上，娘子，发黑来了。你是靠领情啊，高兴啊！你夫子也挂越破得的，你不理来了不来？你他是真正是搿种事是发黑来，你快点到吧，发黑来了，还是说得有良心。临时我接到上山后，嘿，不晓得休息，那个闲话刚刚出口嘛，手里向个咋真不发呆，那不得发黑了老做法人，是讲理的。这休息风来了，真不叫啥个分量，越来越重。不来，哎呀，送到二模样实在风不了。上水脱水嘛，搿只真不蹬得到地上，当再抬起来，往上头去，哎呀！徐先生这个肯定窗后出事体的，一让一撩，不能真，要真上来，到这个房门跟水旁，门一撩开来，在里向一口，哎呀，口得眼泪。可咱真不真的夸啊！非但流浪不随手，非经法改不习题，都是咱真不忙着把娘流浪，查他很老。可这个虚心人没得眼头的呀！那么流浪想把娘娘那哈呢？手掌一笔针也想下来。上头里听见房门跟水哗啦啦啦一响，一两下立起身来看哪哈来的就，搿只金伯已经忙着娘娘头浪擦他喝老么痛得个娘娘越想受得了，嘚儿真跌到地浪向，三哥一入山，浪头浪向呕来着啊，押进去两只水，如金伯风一风来么心里想清爽。今朝我看上去再把人家欧手着，不知啥人问。慢慢讲，我身体不住来对房门跟水一口，介绍看见是虚心的大娘娘，搿浪向的痛比该浪的痛好叫要结棍。哎呀，主人的小姑娘啊，小姑娘，我总当着夫妻头前相会以后，乃不会比心，乃总归会得对我好的。哪想得到那为的我哥哥拉水呢？为什于是徐氏一听，晓得刚才内容错了，门里放过来，暴露到举到地上，心上人。得高先生不必，哎呀，娘子啊，娘子！今日里给头里再给刀子，要被人哪里要进不上来，拿出娘子被人绝不肯哪里最小给头里，他要亲自上来。被人家佛空内后，疯了进不我上来，只是高举一声，我是娘子，发黑来了，好让娘子早做准备。哪里最小这个金不他看，他真非常了娘子，娘子你可要紧，大娘娘听我们晓得着，有什我
为百姓的，原来法海官道该打。可是我错瓜子乃是一个日子，呀，果人走起冤枉的。那我为啥个冤枉了不冤枉的了？可他真把我去掰脱了，不懂的。别按啥说毛病，真不老讲都让气呢，浪费呀！娘子，娘子，娘子！果人是谁？没人啊，拼命背了浪们。个通得个娘娘是个正常的头皮啊，恨我来的个，还是归是一个人来翻辈子翻辈子，我不要通啥子？到底里想清爽。今朝我在法海的恩师，看上去性命不凡。我当然是一个人，虽然只有1年的夫妻，到底还是一世的夫妻啊！不我自家的身世讲不里听我对不是里，哪里来着讲子吧？古人说：“事当如今，总其对你说是了吧？我妻在水中虽大，去岁后上京城，刚随老夫继夫君。”一地放心美景，风雨同追共斗，红绿当为人妻，中方不许用相欺，那下一张不许故人许。难怪讲呢，没得些个呀。为因相思是为度，怕你不认得下去。所以谋求真理不该等，怕你得相思。相许兮，看下其中另一计。
已是后台，失落的家仆人他失败，都是被人不好。大娘娘这你的难过没法喊，那些姑娘还2岁了，你夫妻跟谁那为害我了呀？这个男孩挂你呢？水里一口的，眼里哪流的了？小人刚刚满月，身上像穿黄色性的衣裳，面孔上拍粉第一次，哪想得留下来马上是要娘的父亲？哎，可怜的母亲。重新再举过来举在刚才身边里，小人马从刚才水里下一说，娘子姑姑来了。是。大娘娘，我小人接待水呢，就说这看见个梦见可一个不停，哎呀，但不懂着。像平常辰光梦见不大哭的，那么就是哭了白在水里，马上就会不哭的。那今朝为个哭一个不停家。俺是内心的刚正满月的小姑，他已经懂得母子谁要分开，是俺老不舍得了老哭了。
来想起嘛，只有这个线路交托拨了徐姓阿姐，交托拨阿姐呢，我定心的。但是想想对付徐姓阿姐，上去个小姑娘从小市里领导的，想不到现在我儿子也去帮托里走。小姑人，我是知黑门。最后对付人，我是小姑的衣裳才做好了。相爱与心意，还有婆婆出大7岁间，小姑衣裳做好了，那么娘娘来走。他是我赚钱的，已经在这个你们耍欺负都走海底了浪的。哎呀，娘娘的也想了一桩事情做，哟，姑人，我是知黑门。水的举过来，到上浪向拿个线头刚刚一放，才听见后头一响，当，他那对回走起一看，可他真不真的夸高，真正一个百姓，插他下来，我刚才眼睛在很不着。这口气刚才终于看不见，2只手拼命的往抓呀，心里想一阵难过，重新举过来嘛，娘子，娘子，有故事这里呀，娘娘，2只手拼命的往摸，我在虚心头浪漫，也是想着一桩事体，小姑娘带着2天要头一痛的。我家里正好一顶麦子放了箱子里分享的，家里讲一声，小姑人，是你带了东西是丫头痛，走起与你做了一顶线马放在箱中，带了东西背在头上，口旁风味的。虚心的心塞，这样高出来的2个痛，刚想，你的心里就让亲口之间，你会故意当我的蓝天，但我做一顶帽子啊！我留下来的你叫哪个法子呢？眼里真的泪湿雨下，娘子。
为